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教师，聊一聊这个教师这个行业大家也知道现在新生儿出生率是断崖式下跌。有媒体报道每天有60多家幼儿园关门，所以这个肉眼可见的对教师这个行业有着这个深远的影响，根本性的影响。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教师这个行业。正好今天财经网它有个报道叫高校新一轮专业撤销潮，教师何去何从。而江西又因为这个教师选调闹了个大笑话。这些恐怕都是在这个新生儿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大背景下，对吧？这教师这个岗位，教师这个职业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矛盾一些问题预示着这个教师这碗饭也是越来越难吃了，教师这个饭碗恐怕也端不稳了。这个财经网说他说多所国内高校近期陆续公示2025年新增撤销专业名单。根据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克斯研究院对超150所高校公示信息统计，在本科专业撤销名单中，汽车服务工程9个，市场营销7个，国际经济与贸易6个，文化产业管理6个等专业拟撤销数量最多。随着专业撤销、停招甚至学院关停，相关教师或转岗或被分流。麦克斯整理多校文件发现，如果专业停招或撤销，相关教师大概有几种出路：分流到相近专业，学院讲专业基础课，讲授公共基础课，转岗行政或实验室、图书馆等教辅岗位，跳槽到其他学校。高校专业调整的矩阵之下，一些教师重新站在了职业选择的岔路口，收入降低，职业认同弱化，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多重挑战已然浮现。这个我在几年前就说了对吧？咱们这个一直的观念就是没有什么铁饭碗，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说你一端一干就是一辈子。尤其是现在上大学的年轻人，你不要有这个想法。所以说你也不要在乎自己学的是什么专业，对吧？你高考结束你选专业这乱选的，都是自己想当然。还有一个即便不是想当然，你是深思熟虑，那也难免是刻舟求剑因为社会在发展，对吧？谁也不知道30年以后是什么样，甚至10年以后什么样都不清楚。所以说你不要把你这个大学学的专业就认为自己以后就要干这个。那教师也一样，对吧？咱们过去咱们天然的实际上也是教师还是相对稳定的，就是其他行业相比对吧？教师还是事业编相对稳定，工资虽然不高不低有高有低，但是相对比较稳定。但你看现在老师也不稳定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土木工程以前是最火的，现在你不改名字你招不到学生，很多学校土木工程改名字要么就是停招。那老师干什么去呢？老师就是转岗分流。你说老师招谁惹谁了？高校专业撤销10年翻了25倍。说近年来无论专业的撤销还是停招，都已成为高校发展的常态。2024年全国高校共新增专业点1839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157个，停招专业2220个，撤销专业点1428个新增的少，停的撤的多。2014年本科专业点撤销数为57个，10年间高校专业撤销数量翻了25倍。这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那是一个一个的老师对吧？被迫干别的去了。从2020年到2024年，高校撤销专业数量前5名的本科专业分别是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160个，公共事业管理138个，信息与计算科学123个，市场营销104个，产品设计93个。北京某高校外语学院教师梅某去年经历了专业被撤销。他表示专业就业率不好，肯定会有被撤销的风险，但专业被撤销还有其他方面原因，比如该专业的学生第一志愿率，如果第一志愿率低，那么学生入学后会申请转专业，从而导致专业发展不稳定以及就业人数减少，影响该专业的全校排名。此外，一个专业内博士比例、副教授人数、教授人数也会影响到专业的去留。教授人数过少会影响到专业申请校级、省级学科，自然容易成为被
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一轮轮的专业撤销潮、停招潮中，文科专业被大面积波及，相关专业老师的转岗分流压力也更大。福建某高校教师任娜所在的外语学院日语专业已于去年开始停止招生。他介绍，学院留下4名日语老师负责第二外语课程和大学日语，剩余4名日语教师需要转岗。任娜虽暂时未被波及，但也处在转岗的担忧之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毛宇飞对财新表示现在文科经管类学生就业问题比较突出，例如综合类、财经类院校都需要进行学科专业动态调整。目前大部分学校的做法就是按照校内专业的比较优势来逐渐调整。转岗教师转向何处？当前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行业景气度极化。为优化人才供给结构，高校专业撤销停招部分专业的同时，也在申请新设置专业。一些高校也鼓励专业增一撤一，也就是符合市场的需求啊。8月7号，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发布关于2025年度新增撤销专业公示。据公示，该学校2025年度申请撤销车辆工程、工业工程、功能材料、焊接技术与工程、日语、英语等6个已停招专业的同时，还申报了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飞行器技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4个新专业。从2024年撤销和新增专业数量看，新增专业点比撤销专业点多411个。部分教师凭借原来的专业背景和储备，可以相对平滑过渡至新设专业中。但对于文科专业教师来说新专业的壁垒较高，往往难以转入其教学岗。今年6月中旬，位于湖南常德的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发布关于对外停招教师转岗意愿摸底的通知。通知提到目前在停招或拟撤销专业中工作的专任教师，涉及到的专业有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工程等专业。作为在所在大学第一批被撤销专业的教师，梅某表示他说领导表示可以帮助大家联系行政岗，但不具备转行政岗条件的教师则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如建立一个研究所、开设全校公选课等等，但最后都没有成功。梅某目前工作内容由从前的上专业课改为上通识课，虽然课堂人数增加了3倍，但工资反而减少了。从去年夏天开始，工资就已受到影响，工资中奖励绩效的一部分，大约是工资总额的1/5没有了。梅某说我们每天过得诚惶诚恐，工资被降也不敢去找说法，毕竟岗位都朝不保夕。你说老师当成这样也够糟心的而这种情况可能还不是最糟的。说在今年年初开学工作会上，该校领导表示还要撤销1/4数量的专业。梅某表示年底他与学校的合同就到期了，如果没有课上，又转不到行政岗，只能卷铺盖走人。在高校工作的经历让梅某切实感受到学历的通胀，其所在学校辅导员已经人均博士学历。一些专业虽然还在招生，但教师们已感受到危机的临近。西安某语言类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老师韦诺透露，2024年是招生最困难的一年。去年9月开学，该专业只开设了1个班，且只有17个学生，其中一半学生是调剂过来的，而往年都是2个班，1个班近30个学生。感觉不久的将来，纯文科大学老师要失业。韦诺感叹道：“高校专业大洗牌，非热门专业的高校教师如何破局？”毛宇飞指出高校教师从博士毕业到入职高校，很多人都是专注某个特定研究领域，若要换一个领域开展研究，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需要至少5年甚至更久。到那个时候，可能又有新的赛道，所以高校教师度过职业危机，最好的做法还是要做学科交叉，平时就需要突破自己的专业壁垒，掌握更多元的知识技能，关注与学校战略发展相契合的其他领域。另外，教学中教师要紧跟市场需求，积极提升数字技能和 AI 应用技术，在教学研究中使用数字化手段，建立通识加专业加前沿的授课体系。这些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也就是说，你老师就这么干，到时候一样的要转岗分流。大背景是人越来越少，学生也越来越少。今年
连广东这样的地方，那个民办高校啊，好像学生都招不满，然后呢分数一降再降。现在家长也想通了，对吧？如其这个交高昂的学费去上那个民办高校，出来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放弃。4年下来几十万呢，现在赚几十万不容易啊。所以现在你看民办高校，那老师他不就面临着下岗分流吗？从高校角度来讲，毛宇飞认为，学校首先应有清晰的战略规划，考虑学校定位、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禀赋因素，并且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来制定专业调整方案，这样能够让所有老师了解学校的发展目标，及时调整自己的科研教学方向啊。其次要给专业调整一定的过渡时间，尤其是对一些建立时间较久的专业，可能涉及的老师也较多，需要给他们一定时间进行转岗培训，或鼓励其开展进修访学等，在职称评审、聘期考核过程中，一定时间内允许其以专业、软专业参与考核。最后要做好教师们心理辅导和职业规划指导，建立畅通的反馈渠道。老师啊，好日子已经到头了。表面上看啊，是适应市场需求，对吧？根据就业情况对高校的这个专业去留进行调整啊，因为专业的调整，所以涉及到老师啊也得转岗分流，这是表面原因啊。本质上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可逆，就是你可以预见到未来5年、10年、20年，对吧？在这种大背景下，教师是严重过剩。现在有很多省份啊都在传言，对吧？也要取消教师的编制，所以传统意义上的啊这个铁饭碗也不存在了。我在以前说过啊，我看过很多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西部啊，或者叫欠发达省份的这个一些县城啊，县级财政它的开支的大头居然是老师的工资和老师的退休金，你就知道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了。不是说老师拿的多啊，是说老师的编制太多了，所以很多省啊，在酝酿要把这教师的编制取消掉。当然有很多省，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对老师这个要限招了。有权威机构预测啊，他说到2035年，全国范围内将有150万小学教师过剩，37万中学教师过剩。所以，那现在各级的教育部门现在恐怕就在拟定啊，怎么样让老师有序的退出教师这个行业，对吧？就在前几年啊，我记得是口罩之前吧，对吧？都是什么清华北大的博士去竞聘啊，中学教师竞聘上的，对吧？还很高兴，以为上岸了。现在一看啊，哪有什么上岸不上岸的，又得从头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刚才说了这个高校老师转岗分流，那这个农村的老师转岗分流呢，也一样啊，都是因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没有最离奇啊，只有更离奇，就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九派新闻报道啊，有一个地方啊，这个教委啊，他要选拔一些老师去这个农村的初中，就农村的初中啊缺老师，然后他就从那个小学老师里面符合条件的啊，比如你是本科毕业，然后你又有这个初中这个教学什么资格资质吧，然后就让这些人去选拔上呢，去教这个农村的初中，给他调剂过去。为什么呢？说的就是农村的啊小学老师比较多，富裕，而农村的初中老师少。为什么呢？是因为小学老师啊跟初中老师反正工资是差不多的，但是明显初中老师压力大啊，工作任务重，教学任务也重，处理不到好，而小学老师比较轻松，待遇差不多，所以大家都宁愿当小学老师。然后这个小学老师就富裕啊，初中老师就少啊，然后这个主管部门就希望小学老师啊，你去把他调剂到去当中学老师，符合条件的啊，那大家当然不愿意去啊，那怎么办呢？好，教育部门啊要求符合条件的，比如是你是本科毕业，然后你又有教初中的这个资质，那么你就得去考试，择优录取啊，考得分高的就把你从小学调到初中去当老师。那这个人家不愿意啊，刚才说了啊，不要紧，人家教育部门有办法。他这个地方农村的小学老师多了，但是他县城的小学老师又少，所以啊，他也号召大家参加考试，择优录取啊，考得好的就把你选拔到这个县城教小学。哎，这个人家就愿意了。农村的小学老师啊，进县城当小学老师，他愿意，因为小学老师都一样，都很轻松，工资恐怕还要多一点，待遇还好一点。然后就这样啊，这些老师纷纷跑去考试。上午考的是什么呢？上午考的是小学老师啊，分流到初中；农村小学老师分流到农村初中。
当老师，这个是人家不愿意的。哎，下午考试是考从农村的小学老师调岗到县城当小学老师，然后就是荒唐的一幕就出现了啊！说有的老师啊，在上午考试中啊就考了1分，还有考10分的农村小学转农村初中老师，然后下午考试是农村小学转县城小学老师，哎，大家都是发挥的超常啊，都是80分、90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也就是这些老师啊，不愿意去农村的初中当老师，所以考试嘛，他就糊弄，直接不写，对吧？就要考最后，你是择优录取嘛。完了是下午，对吧？农村小学往县城小学这个调剂的时候，这时他又对吧，使出9牛2虎之力，超常发挥。结果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要以为你老师耍的这点小聪明，有关部门就治不了你。所以那个地方教育局啊，他就强行的啊，把上午参加考试的很多考了10分、20分的，全部啊调剂到去当农村的初中老师，所以就出现了啊，教师选调拟录10分以下考生，而且还公示了。就这个事一出来之后，网上也是轩然大波啊！我不知道大家我说了之后有没有把这事听明白？网友这个都傻了，你这玩意考10分能当初中老师吗？择优录取啊，你这是择最差的录取。所以啊，当地政府马上也成立什么联合调查组，哎，调查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要给网友一个交代啊，要平息舆论呢。所以你看啊，这个调查通报就来了。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哪儿呢？这不是故事啊，这是生活中发生的。发生在哪儿呢？就是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江西。这个我觉得最近几年啊，这网络上的梗啊，可能一小半都是江西提供的。江西给互联网啊提供了很多梗，比如说啊，提灯定损，对吧？比如说这个鼠头鸭脖，比如说啊，什么你提到高彩礼，那肯定是江西啊，对吧？江西是当仁不让。还有什么，对吧？还有那个什么啊，选那个乡镇干部，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毛书记，对吧？跟那个李乡长。总之啊，就是江西对这个互联网这个内容这一块，那是有很大贡献的，对吧？至少跟河南啊不分伯仲。对吧？彼此。这么离奇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江西永兴县。9派新闻报道啊，这个8月15日，江西永兴县联合调查组通报说，近日我县临县农村初中教师一事引发网友关注，对此我县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今年暑期，我县组织农村小学教师进城遴选考试，到县城区小学任教。同时，为解决全县农村小学教师富余、农村初中教师不足的问题，县教体局未经认真分析研判，硬性要求参加县城区小学遴选考试人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初中教师资格证的，需同步报名参加农村初中教师遴选考试。这是买1送1啊，对吧？你参加县城这个小学遴选考试，那你就必须要参加一个农村初中的教师遴选考试，就是筛选，这还有捆绑的，捆绑销售啊，考试也有捆绑的，你不服是不行啊。说8月2日上午为农村初中教师遴选考试，下午为县城区小学遴选考试，考试一个是上午，一个下午。什么叫捆绑考试啊？这大开眼界了吧？考一个还搭一个。据调查，因农村初中比农村小学的教学任务相对较重，部分参加考试人员不愿到农村初中任教，在当天上午的农村初中教师遴选考试中消极应对，有的故意放弃答题，导致出现30分以下甚至10分以下的异常分数情况。当天下午的县城区小学教师遴选考试无异常。鉴于全县农村初中教师存在缺口，农村小学教师又富余，县教体局错误地认为，既然来参加了考试，那这些教师应能接受转任初中，并上网公示。俗话说得好啊，来都来了，对吧？你考都考了，你肯定是愿意，你内心深处是愿意由这个农村小学老师转任农村初中老师的。也就是说啊，这个主管部门误会了，还把这些人在网上公示了啊，要转初中老师。在工作中，县教体局考虑不周全，遴选方案制定不合理，工作人员责任心丧失，未充分尊重教师个人意愿，造成不良影响。县政府责令县教体局进行整改，充分尊重教师个人意愿，
决定其是否交流任教，并对县教体局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他说，下一步我县将举一反三，进一步完善教师遴选考试等制度。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我县教育工作的关注和监督。这就是江西永新县这个发生了神奇的一幕啊！也就是说这电视都不敢这么拍，对吧？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啊！生活比这个电视剧更狗血啊！实际上这一幕荒唐剧反映的就是教师这个行业当下的一些困境。在我看来这些农村的这个小学初中实际上应该好好规划一下，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么多？因为农村呢，确实对吧？这是叫农村叫空心化嘛，稍微有点能力的，对吧？农村他都把孩子带走了，去这个城市去上学去了。留在农村上学的有不能说没有，但是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农村小学那当然是富裕老师闲得多了，学生少。所以这个农村的这个小学应该合并，对吧？一个镇一个小学就完了，对吧？把小孩留守儿童送到镇上上学，父母最好在镇上，对吧？要么租房，要么买房。一个县大概一般的6、7个镇嘛，多的可能是8、9个小学就完了。幼儿园也这样，初中、高中对吧？也在县城里搞几个就完了。如其摊大饼，对吧？你搞好的学校，每个学校投入也不足，然后你每个学校也多，老师也要多，这个人吃马喝的费用就大，你还不如对吧？搞少一点精品，对吧？对这学校的投入大一点，教学质量好一点。鼓励农民对吧？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城里的教学质量，这个硬件、软件，对吧？师资力量，那都比农村好得多你农村要达到那个水平，你要投入多少钱呢？你又没钱投，所以鼓励农村的这个孩子到城里上学，对吧？甚至政府拿点钱补贴他，都比自己去盖学校再去招老师，对吧？那花费要大得多农村的孩子，比如说这个河南农村的孩子，如果你跑到郑州去上中学，对吧？地方政府给你1个月补贴300块。你到外地上小学，对吧？在那个县城，在这个省会城市上小学，对吧？一个月给你补200，这个比地方政府自己再去筹钱盖学校、养老师，是吧？那也强得多你现在招那么多老师，你未来还得替他们想着怎么下岗，怎么分流，对吧？还得安置他们。现在城里的很多学校他也招不满呢，因为人少，幼儿园都在纷纷倒闭，未来就是小学纷纷倒闭，因为他招不满。所以这个时候还在农村这个投入小学，那纯粹是浪费资源，供大于求了嘛，对吧？教师这个行业你就是再稳定，你农村的这个小学和初中你招不到什么好的老师来，你那个师资力量就上不去，对吧？清华北大的他就是再找不到工作，他也不愿意到农村去当个初中老师所以从这个财新网管入高校老师因为专业裁撤而面临转岗分流，再到江西永新，对吧？农村的小学老师要分流，这都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的所以大家就能想象未来10年这老师是面临着什么样一个情况。未来20年呢？未来20年老师就是多了一半，就这么简单。现在多少老师除以2，农村就不要搞初中了，对吧？镇上也不要搞初中，到县城搞他2、3个初中，对吧？1中、2中、3中就完了。这农村的中学、小学关停并转，就像企业一样，有的学校10来个老师，学生才6、7个，对吧？这不是瞎胡闹吗？这多大的浪费最后再说一说社保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差不多的这种待遇下，老师的这个退休金比企业的要高，比国企的还要高不光是比私营企业，有的地方就是差不多年限的工龄的嘛，这个老师他比公务员的退休金还高。也就是说你要有个印象，就是老师的退休金可不低虽然他可能工资不是很高但是这个退休之前但是他的退休金一定是比同等的这个企业要高得多，有的甚至比公务员要高。所以这是一大笔支出正好趁着机会对农村的这些中学、小学加以调整，也给这个县级财政减负。前几天看新闻是甘肃哪个县名字我没记住去年1年就7个新生儿，那你说6年以后这甘肃这个县1年级一共才几个人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